新闻开始来关心第5号风台杜苏芮，中心目前是伫鹅銮鼻西南西方的海面上，向北西移动。嘉义以南、东部部陆地、各平湖地区已经拢伫暴风圈内。对于苗栗以南目、南投、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各平湖、金门拢造成威胁。各地风雨阁继续的增强。那么，做回来看气象局上新的说明。 目前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的海峡南部，预计在今天的晚间会逐渐的通过台湾海峡南部。杜苏芮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的西南西方约190公里的海面上，可以看到它在未来是持续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因此呢，目前我们这一报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在海上的部分是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还有在东沙岛海面这一带。因此，在苗栗以南、还有花东地区以及我们的南投这一带呢，都是在陆上警戒的范围。在整个花莲、台东还有屏东县都有到超大豪雨的等级，而在宜兰呢也有大豪雨的等级。那接近到东半部这边近山区的部分呢，也有局部的豪雨出现。那甚至到台北还有在南部的这一带的平地呢，也是大雨等级的降雨。